各位牧师、长执，还有兄弟姐妹们，平安！平安！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那这时候呢，要邀请你们，我们一起要来敬拜我们的神。大家预备好了吗？好了。我们一起，请那个对，我们要请丽月帮我们放影片。不好意思，太紧张了。我们在敬拜前会看一段我们右昌的影片。让我们一起来跳舞，一起来分享这喜乐。这是主命定的日子，一切都会很顺利。就可以努力传福音，谦卑做门徒。又长又简大教堂，里面有许多小人物，小人物大故事，小祷告，大神迹，人们觉得很惊奇，真神在这里，努力传福音，要同心。这里幸福很好，又长又长，这是你的家乡。又长又长，让我们再次出发。很好，又长又长，这是你的家乡。又长又长，让我们再次出发。做主门徒，成为那布道的教会，这是主命定的日子。很顺利，祷告就可以努力传福音，谦卑做门徒。又长又简大教堂，里面有许多小人物，小人物大故事，小祷告，大神迹，人们觉得很惊奇，真神在这里。这里幸福很好，又长又长，这是你的家乡。又长又长，让我们再次出发。又长又长，这里幸福很好，又长又长，这是你的家乡。又长又长，因为我在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副堂位置已经坐满的话，我们副堂就在1楼也有开放。副堂跟这边一样，都是live的，现场的。又长又长，让我们再次出发。又长又长，这里幸福很好。又长又长，这是你的家乡。又长又长，让我们再次出发。就是又长。
年快乐，新年快乐，哈利路亚！在清早晨，我们就要大声来敬拜我们主，因为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阿们吗？我们一起站立起来，信靠耶稣，何等甜美！一起来，信靠耶稣的是甜美，只要信靠主恩言，只要站在主允许上，信靠主不住不变。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事上凭着你。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我们再一次说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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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等可靠，多少事上凭着你。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心可见你。信靠耶稣真正地面，阿们吗？信靠耶稣真正地面，阿们吗？早起咱就搁一道大声来宣告，信靠耶稣真正地面，哈利路亚！还有大意的，再来吟这首，信靠耶稣，信靠耶稣真正地面，只有信靠主的话，只有掉你主的言论，信靠主好听耶稣，耶稣，耶稣，耶稣真正可靠，在这首一点见面，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来个对头来，信靠耶稣真正地面，信靠耶稣真正地面，只有信靠主的话，只有掉你主的言论，信靠主好听。来再讲耶稣，耶稣，耶稣真正可靠，在这首一点见面，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我们用台语来赞美我们主，信靠耶稣真是甜美，只要信靠主恩言，只要站在主允许上，信靠主。我们一起欢迎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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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等可靠，多少事上凭着你。耶稣，耶稣，耶稣，宝贵耶稣，耶稣，我们怎样来感谢主？感谢主，我信靠你，你是我救主恩友，我深信你与我同在，受尽时直到我们欢迎耶稣，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事上凭着你。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心。我们再一次，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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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等可靠，多少事上凭着你。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心看见。最后一次，耶稣，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心看见你。哈利路亚，信靠耶稣真是甜美的，阿们吗？继续来拍掌，因为我们的神是值得我们配得的 ，Amen。有成的家人们，好不好？转过去跟旁边的人说 ，We are family。在神的家中，我们都是一家人 ，Amen。好不好？我们再次自己的宣告，我们是有成的家人，我们是有成的家人，一起向主来欢呼，一起来唱。让我们一起来跳舞，一起来分享这喜乐，这是主名的
一切都会很顺利，祷告就可以，努力传福音，谦卑我们。大声来宣告，又长又尖，又长又尖，大教堂里面有许多小人物。是的，大声的唱，宣告出来，让神的神迹在我们当中来彰显。耶、很亲近，真神在这里，努力传福音，要同心合意。又唱，宣告出来，一起来！又唱又唱，这里幸福安安。又唱又唱，这是你的家乡。又唱又唱，让我们再次出发。又唱又唱，这里幸福很安。又唱又唱，这是你的家乡。又唱又唱，让我们再次出发。就是又唱，一起来为主热烈的拍掌啊，欢呼！我们是又唱的家人们，带着我们的活力，一起来向主来宣告。许是万民做出门徒，成为那不倒的教会。这是主命定的日子，在新的一年，我们要大声的说：是的，都会很顺利。当我们祷告，神就要应许。努力传福音，谦卑做门徒。又长又尖大教堂里面有许多小人物，小人物大故事，小祷告，大圣经。人们觉得很稀奇，真神在这里，努力传福音，要同心。大家预备好了吗 ？One two three go！ 又唱又唱，这里幸福很安。又唱又唱，这是你的家乡。又唱又唱，让我们再次出发。又唱又唱，这里幸福很安。又唱又唱，这是你的家乡。又唱又唱，让我们再次出发。就是又唱。弟兄姐妹，你有爱你的教会吗？我们爱我们的教会，就是爱我们的神，阿们吗？再次的大声要唱出来的时候，好不好？无论你是用唱歌的，用你的肢体跳舞的，任何的方式，我们就是来宣告，我们是神所爱的百姓，神所爱的儿女，阿们吗？再次来唱，让我们一起来跳舞，一起来分享这喜乐。这是主命定的日子，一切都会很顺利，祷告就可以，努力传福音，谦卑做门徒。是的，来宣告，又长又尖，又长又尖大教堂，里面有许多小人物，小人物大故事，小祷告，大圣经。让右唱这边的所有的人都惊奇，因为真神在这里 ，Amen。努力传福音，要同心，好不好？举起我们手，一起来宣告 ，One two three go！ 又唱又唱，这里幸福很安。又唱又唱，这是你的家乡。又唱又唱，让我们再次出发。One two three go！ 又唱又唱，这里幸福很安。又唱又唱，这是你的家乡。又唱又唱，让我们再次出发。更多更多宣告出来。又唱又唱，这里幸福很安。又唱又唱，这是你的家乡。又唱又唱，让我们自出。最后一次来，1、2、3 go！ 又唱又唱，这里幸福很安。又唱又唱，这是你的家乡。又唱又唱，让我们再次出发。就是又唱，好不好？给右唱教会
大有能力，你的名大有大能。主，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耶稣，赞美你。你就是太出神的道，至高处与神同在，在造物中你将你荣耀尽显明在基督里，这是何等荣美的名，这是何等荣美的名，我望耶稣基督生命，这是何等荣美的名，无与世无相比，这是何等荣美的名，耶稣的生命。与我们同向天堂，你带着天国降临，我追随重量你的歌声，我们永远不分离，这是何等奇妙的名，这是何等奇妙的名，我望耶稣基督生命，这是何等奇妙的名，无与世无相比，这是何等奇妙的名，耶稣的生命，这是何等奇妙，这是何等奇妙的名，这是何等奇妙的名，
的手来赞美他。这是何等大人的名，无一事无想你。这是何等大人的名，耶稣的神。这是何等大人，这是何等大人的名，这是何主啊，你的名大有能力，我望耶主你的名配得我们的赞美。生命，这是何等大人的名，无一事无相比。这是何等大人的名，耶稣的生命。主，我们欢迎你，主啊，你的荣耀就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的荣耀就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的光正发现照耀在这里，主啊，你的子民应得可以来朝见你，瞻仰你的荣美。耶稣，我们赞美你，耶稣，我们也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用掌声欢呼来欢迎我们这位荣耀的君王。哈利路亚！我们欢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恶乐；伊伫正生命的顶面，应该受敬畏。因为列邦的上帝拢是虚假，独独耶和华创造这个天。伫伊的面前有尊贵甲威严，伫伊的圣所有关联甲荣光。百姓中的特族啊，恁着将关联荣光归乎耶和华。阿门。三甲来吟圣诗，圣诗435首。等咱大家来吟诗，感谢上帝过新年，世间日子真快过，紧行天路着及时，紧行天路着及时。新春万美拢换新，求主也换我心神。今年大项所着做，求主互我照准尽，求主互我照准尽。咱来吟全首。大海给咱引领，感谢上帝过新年，世间日子真快过，紧行天路着及时，紧行天路着及时，何况生命无定着，那参天我的阿妹，紧行天路无缘地，用情地交主身边，用情地交主身边，人在世间那迷茫，梦了富贵拢空空，啥时才是做世行？希望你顾变老人，希望你顾变老人，一代过了又一代，亲像草木冬过冬，日日地有主的工，日日地有主的工，日日地有主的工，新春万年拢我心，有主也我心心，因你大行所着做，有主互我照尊敬，有主互我照尊敬，好迎今日大庆丰，日日靠主。
这里是感恩的祈祷，我们要请我们的青年牧师潘志豪牧师带领我们来祷告。咱三甲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伫新春的时阵会当做伙一致伫上帝的圣殿来敬拜你。阮你献上感谢，互阮伫新春的时阵，阮有发红包的能力，也有收红包的稳定。阮伫出门去拜年的时阵，阮会当顺利无拄着塞车，阮也会真正快会当真紧找着停车位。就算讲有塞车，也是有找无停车位的时阵，阮也伫车顶，阮会当欢喜来学罗你。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食足侪物件，但是你互阮会当无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而且我们也不发胖。主，我们感谢你。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主持的时阵，会当谈天说地，谈上帝。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所到的所在，拢是带来欢喜快乐。伫今年，阮来到主你的面头前，阮欢喜快乐主持，看到阮真侪属灵的兄弟姊妹，伫即个家庭当中，阮特别欢喜来朝见你的面。愿主你来帮助阮。阮伫新的一年，阮伫新年的头一天，阮虽然有人带着伤心来，但是因带着喜乐回去。阮有人带着病痛人带着健康回去，有人带着伤伤来，带着富有回去，带着上帝满满的恩典、福气、喜乐、平安，充满阮规年通天拢有上帝你教阮三个伫底。求主看顾，求主来收束福气，互阮。阮将阮的祈祷放伫你的面头前，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里是咱要来新出的启应文，咱也有摕周报伫咱周报第8页。周报第8页的所在有一个新春启应文，咱这个时要来请本会关怀牧师洪世准牧师来带咱来启应。咱三个来新春启应，正月初一来教会。信心越多，亲像火，信仰加天福满杯，祝咱年年平安过。正月初一做礼拜，圣经道理真澎湃，主的恩典同人爱，平安喜乐报世界。正月初一是新年，大人囡仔笑盈盈，祈求上帝赐福气，我国丰收大赚钱。新正正日29暝，囡仔摕到过年钱，全家围炉来团圆，靠主信心拉地天。这个时我用因为今仔是主日这个礼拜上时，也是咱正月初一的这个新春的这个感恩礼拜，所以伫这个所在有几项代志啊，伫新春的期间，需要甲咱所有当时的兄弟姊妹来三甲报告。今仔日是新春清明礼拜，欢迎咱全家大细兄弟姊妹拢会当来参加啊！今仔日的这个新春清明礼拜，今仔日礼拜当中，咱的圣乐队、社青、学生甲儿童啊，牧区的这个献诗，伫这个所在，咱教会要恭祝咱大家悠长教会，无论是伫外地倒转来，或者是今仔日新来的来宾，祝咱大家新春如意，福杯满溢，咱袂记这里。伫这个后壁，阿门。伫这个后壁，咱等下呢新春礼拜结束了后呢，咱唔通三离开，因为咱除了伫这个仪式正式这个主感恩的这个礼拜以外，咱伫迄个广场的所在，咱有地点的这个交易哈，咱有地点的交易。那照咱教会所甲咱备办，大家拢总有通食，唔通缀伤济，回去就好哈。加这2地哈，其他咱就伫现金，伫现场呢，咱三甲来享用，咱互相来拜年，因为一年长落落久较长着一个过年哈因为普通时咱搁分4场的这个聚会，所以要亲像今仔日这年侪人，大家三甲组织一只，上时也搁有外地倒转来，实在是也无简单。所以咱把握这个时间无到12点，请咱唔通回去哈。有一点要回去会使，食了你就会使回去哈。OK， 来伫这个新春的这个假期当中咱
这礼拜就是1月25，这个拜三暗时这个祈祷会，咱有暂停一摆哈，敬请兄弟咱留意。相信呢，伫1月20也就是已经过去哈，到27号，顶礼拜拜5到后，这礼拜这个拜5，咱旧历这个新春的这个年假，除了今日新春庆下礼拜以外，咱的办公室无上班哈，唔通。要来找干事奉献，还是要来找干事办代志哈？咱的办公室伫新春的期间，一直到拜5哈，今仔礼拜拜5算一个，后一个哈，到拜5，咱的这个办公室这个无上班所以咱共同的这个来配合伫新春期间，咱的这个敬拜中心伫1月27号，也就是拜5，咱对透早8点到下晡6点，咱有要举办。新春烈火的读经的聚会，就是新春烈火读经会哈这个内容，咱要读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约翰头前的这个新约的这个四福音书，咱若有兴趣的伫已经伫过年已经佚佗，到唔知要哪佚佗听说这是史上最长的年假哈。那么在这新春最长的年假的当中。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若是你有计划，那就按照计划；没有计划，礼拜5就欢迎你来参加是我们教会所举办的新春烈火读经同时还有一个报告哈，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消息这个肢体消息里面，那具体消息，迄个妇女圣歌队哈，第2月25号这个草坪头一日游已经早就。报名截止，而且额满了哈，所以呢这个消息呢就不用再报了哈在这里做一个报告。好，接线咱今日的这个听书，咱要来学乐大声，咱要来请咱教会上届年长的这个双联献歌队哈，双联献歌队有人问，双联献歌队是几岁到几岁哈上这65岁到80，佮去哩嘛袂要紧哈。只要你会当唱歌，学了上帝这个是咱双联献歌队，所以咱这个是咱拍捧来欢迎双联献歌队。
感谢咱教会上届年长的这个少年献歌队所带来青春，感谢上帝这个诗歌。第二队，咱要来邀请妇女献歌队这支献歌队是所有的兄弟，包含我在内，所无法度参加的但是呢伫这个所在嘛要甲咱招募咱的这个团员咱的妇女献歌队什么时阵？你什么资格会当参加呢？既然结过婚这妇女上时呢，或者是你大概40岁，咱拢妇女，咱拢会使来参加这个妇女这个献歌队。咱拍拍来欢迎妇女献歌队。哈利路亚！咱来主席看对儿喽。第三队，我们要邀请我们的儿童牧区我们听完松年，听完妇女，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儿童牧区。因为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已经不知不觉当中，在岁月的当中，在每年过年的当中，我们都不知不觉长大了离开儿童呢，也有很长的一段的时间台上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些小朋友，我们看他真的是很天真那个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那天国
要进天国就心要回转像小孩子一样哈，所以呢表示呢在孩子的心灵的世界，他是非常的纯洁，他们能够在从小的时候能够学习敬畏上帝，上帝呢会使他们在一生的道路的当中，不但有好的品格，而且呢充满了聪明与智慧哈。好，这个时刻我们用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儿童录曲。有没有发觉到？有发觉无？啊，咱的这小朋友吼，普通时啊讲华语呢会臭年代，但是呢唱台语呢袂臭年代吼。相信呢啊，因的台语的这个发音呢嘛真标准啊，所以咱个这边给这些小朋友，给我们的学生牧区、我们的老师同工，还有我们的这些小朋友一个热烈的掌声。看见这阵的细囝，会当看见教会未来的这个展望，也互咱啊教会啊这个信用美好的这个传统，会当直接续接一代一代。啊，接下来咱要来看圣经上帝的话，两位的圣经，路加福音13章60至90，创世纪26章12节到13节，咱要来请义海明长老来共读圣经上帝的话。啊，弟兄兄弟姊妹，大家新年恭喜！咱三个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记载伫路加福音第13章第6节到第9节。伊就说一个譬如讲，某人有一丛无花果树栽伫伊的葡萄园里，就来迄丛找果子，找无，才对管园的讲：你看，我连3年来。对这丛无花果树找果子找无，就甲伊抄起来，啥事互伊也定所在。因伊讲：主啊，今年请搁容允伊，听候我死为骨松，宴肥，后来若结果子就好。
若无你才甲伊抄起来。咱搁来看一位，伫记载伫创世纪26章12节到13节，上帝安尼讲：以撒伫迄所在种作，迄年得到百倍，耶和华赐伊福气，以上真做大，哪久哪大，到真做大富户。感谢上帝，伫新春的时就将伊的话语伫遮赏赐予咱。接下来是有2个牧区的结合，也就是我们的社区牧区还有学区牧区联合的这个诗班，我们来拍手来欢迎社区学区牧区。
的年轻人，我们真的是感觉年轻真好。他们唱的这首诗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然后人踮伫基督里就正最新创造的人，有的代志已经过，那拢变成新。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我们的教会圣歌队。所谓的教会圣歌队，就是代表右昌教会。这个圣歌队哈，那在这里呢，也要代表我们的队长来做一个呼吁：凡是你年满20岁到40岁以前，你觉得你有那个荣幸，想要在这个教会圣歌队里面呢，能够用你的歌喉来赞美上帝，那么我们就趁这个新春假期期间，在这里向所有的我们与会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所有的右昌教会的信徒们来呼吁，欢迎你们来加入教会圣歌队。我们再次欢迎拍手，教会圣歌队带来的献诗。对上年妇女儿童上青学生以及教会生活队所带来，带咱今日伫新正年头的头一天，用学乐来敬拜咱的上帝。这个是咱要聆听信息，由咱主任牧师伊要用提升良率，日增夜盛，提升良率，日增月盛这个题目来跟咱拍捧啊，欢迎咱的主任牧师。耶稣的爱真是美妙，在我的一生中显示，真是甘甜，无比甘甜，与耶稣同在一起。耶稣，他名耶稣，赞美他生命，他爱我，深深地爱我，从今世直到永远。耶稣，他名耶稣，
赞美他生命，我爱他，深深地爱他，从今世直到。哈利路亚。因为大家都在称谢神啊，大家拢在阿罗上帝啊，咧甲耶稣唱情歌，所以牧师嘛爱唱一首。为着要唱这首血能怎啊降价了，唱拢无力去。这首歌是迄个尼克牧师做的，这个歌足有感情。我这段期间拢定定咧唱，所以拢会记起实在会当搁唱较好的咱定定都爱提升牧师这帮唱了毋茫明年搁唱的是会当搁较提升upgrade 无一定会当唱一条 You raise me up 不要紧是的啊，这首背景我看着爱找迄个老师教诚久感谢主咱今年2023年的新春的庆祝礼拜，哇，会使天气足好大家拢起来足早来了足早牧师8点来哇，9月就足热烈的大家拢来备班要来庆祝礼拜感谢上帝，互咱会当欢喜过新年。今年一般啦，外口讲过这个兔仔年拢会用迄个前途似锦前途似锦啦吐气扬眉啦奋发图强啦突飞猛进还兔仔一堆啦兔仔看起来真古锥毋过你若无说你伊wanna甲你鸟感谢主，互咱伫即个新春咱欢喜主集伫圣殿来阿罗上帝，来感谢主耶稣牧师搁祝大家顶解讲天天吃龟苓膏，日日穿赞美衣，一生筑感恩像，全力奔标杆路。为主做宣教士，靠主打美好仗，从主得永生赏，直到搬天上家。阿们。感谢上帝咱今年大家足欢喜，因为这个疫情大家已经会当甲伊相处所以伫过去这3冬日子实在无好过，咱感谢上帝会当来平安过，这是上帝互咱极大的恩典。所以咱若伫外口社会咧代表的字拢是啥物呢？胀就是迄个通货膨胀无就是嗔要听过足歹听无就是假这拢是较负面的字啦。咱的教会媒体感谢主，咱用信仰的眼光来看待一切，拢无共款。所以，咱看到论断无写讲，来搁后只曙人讲曙光的曙曙光要现乍现泽咱会当选择咱会当选择咱有好的选择，搁盼毋茫，这拢是较正面、较期待、较毋茫，咱会当哪来哪好。阿妹，所以牧师今年甲咱选择的一个关键的字叫做升，大家讲升 ，upgrade， 升就是爱提升啦，upgrade， 爱提升我今日用这题目讲提升良力。提升良力，日增月盛。这个提升良力，其实是福气教会今年因要幸福小组的主题。因这个提升良力，这是即马伫咱的产业界
定咧用的一个名词啦，吼 ，improve it， 吼，就是讲提升迄个生产的比率，吼，好的比率。牧师读2段的圣经，吼，来甲咱想即个主题，吼。大家拢捌听过即个产品的良率，就是讲优良的比率。比如讲台积电哦，因那个3奈米的产品讲哦，比如讲有80%的即个良率，毋过哦，韩国的即个Samsung哦，听讲才10%尔，吼，80甲10%有共款无？哦，差足济啦，差足济啦，吼，所以咱拢是要较悬，还要较低？一定要较悬嘛，吼，低大家嘛要较悬，吼，所以公司你若发现讲，哎，你这个产品的优良率甲60%，你想要安怎？要甲提升对无？哦，提升到70%，哦，80%，甚至甲95%，哦，咱莫讲贪心要100%，若会当95%嘛是足悬吼。迄囡仔考试若考95分哦，爱甲学了，毋通讲考无100，就要甲讲吼，迄袂使吼。无法通100%。真正人无安全吼，若到95就足好啊吼。即个产品的良率就是一个持续咧改善的一个状况。一个公司的生产的营运的状况的指标，就是看你咧生产车100只拢是100%，还是嘛有一半只有发生问题吼。你若讲逐只拢问题，足侪只问题，这就是问题吼。所以咱即个提升良率是足要紧的，产业界是安尼。兄弟姊妹，咱的人生，咱有即个良率的比例无？我免啊，我的人生哦，迄个优良的比率哪来哪悬？你有即个期待无？我相信大家都有期待。哦，譬如讲有2个人哦，甲比较的，一个人哦，伊赚的钱哦，拄啊好用，伊逐工拢咧想啥物？我要安怎赚较济钱？好，无我这若加开一寡就无够。为着有时加开寡钱哦，无够，甲太太定定吼，就冤家迄个口气就无好吼，大家都讲冤家吼，事实有影啦吼。但是另外一个人，伊的工作足好诶，伊的工作诚顺利，伊的经济能力袂歹。因为伊无咧烦恼，伊生活袂得过，所以逐工就去运动，约朋友去爬山，去泡茶，有时去啉一下咖啡的，迄个家庭关系、朋友关系拢真好，家庭定啊真欢喜斗阵。而且这2个人，你看伊的良率倒一个较悬，后壁较悬对无？你爱做后壁，爱做头前的，大家嘛要做后壁对无？大家嘛毋茫吼，迄个日子吼过了足欢喜的吼。所以咱的人生哦，有即个优良的比率的问题。咱的人生一种的选择，我相信大家拢要选较悬，无人要选较低；大家拢要选较欢喜，无人要选较艰苦。咱个人是安尼，咱的家庭是安尼，咱的教会嘛是安尼，你的公司嘛是安尼。感谢主，咱的教会去年庆祝70周年，即马即个71周年，咱今年是毋是爱比去年更较提升啊？我相信咱拢毋茫会通较提升。感谢上帝，咱的教会是哪来哪里提升，咱的同工哪来哪济，就是爱哪来哪提升。咱兄弟姊妹看到教会会哪来，即个家庭哪蒙福。这个家庭若得到上帝的引带，看见教会得救的人哪加添，这个教会对整个的咱的所在哪带来祝福，咱的心中就感谢上帝，咱就欢喜学乐感谢，咱就欢喜参与伫这个教会，咱就欢喜要互这个教会更搁较好，感谢上帝，咱教会拢有咧提升，像今年开始。咱为正月第1主日吼，咱有举办庆生会吼，
庆生会吼好无？好无？哦，有一个兄弟讲，哦，牧师啊，足赞，好，我今日生日哦，好，甲我庆祝吼，啊，佮牧师甲我祈祷祝福，啊，足赞，啊，其实哦，这是咱的这个奖学金小组吼，牧师讲哦，咱吼。要叫人奉献嘛，得爱共庆祝者，甲提醒者，讲啊，你一个月生日呢，你应该生日感谢奉献呢，因为生日感谢奉献要用什么路用？就是要奖学金路用啊！我相信咱教会嘛是咧甲你庆祝，咱的生日的是咱也奉献，咱的即个奖学金的即个奉献就会提升啊！咱要为着这细囝的鼓励就会提升啊！兄弟姊妹。就是爱提升，就是爱有提升吼。咱的台湾俗语讲有食有行去吼。感谢主吼，送迄个千年礼券哦，100块吼。去买一个迄个北海道的cheese蛋糕哦，偌济你知无？你捌去买无？毋捌去买哦。一个79块，100块去佫有走，佫有走。迄个cheese蛋糕吼，实在有够好食。你生日的时，你着去买一个，迄100块毋通，人地爱摕去甲1000年吼，交关者买一个北海道吼，cheese蛋糕一个，无若佫较好的嘛，才89反正拢有剩就对啦。摕转去甲厝的欢喜庆祝。安尼，你的生日你有欢喜无？别人有欢喜无？佮你请蛋糕，无你摕去公司请迄个同事吼，伊嘛足欢喜啊。兄弟姊妹。咱就是爱 upgrade， 咱爱提升，咱提升党拢会愈来愈好，奖啊提升，样啊提升，党拢提升，就愈来愈好。感谢主实在是咱每一个人，咱得爱知影讲爱提升前几工阮迄个查某孙甲我拍羽毛球咧对话你又讲伊讲阿公，我感觉。你较适合来做阮的体育老师，因为我甲伊拍羽毛球已经有咧提升纪录为2个、3个、4个、7个到会当到8个，连续拍8个。拍8个是迄功夫偌好，才通拍8个甲国校1年的囡仔要拍8个无简单啦所以伊就望提升伊佫甲我讲阿公，我感觉你无啥适合做牧师。哇！我现在无啥做牧师，你又不会搞笑，也不会耍帅。你讲像那个5月天的那个玛莎会耍帅。即马牧师嘛，得爱搞笑，佫会耍帅，我要提升啊，你知道？要提升啊，所以我。过年前，阮有一个牧师去迄个玉山信仰寺，大家咧翕相讲即马你做牧师袂使正经，你徛安尼翕相无人要插你。所以恁2个骹地个安尼翘起来，安尼大家翕迄相大家足欢喜的，大家感觉无共款。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提升我们要提升，你不要以为就是这样不止这样。应该要再提升，是可以的，你爱讲我是会当的，我要提升，我要改进，我要加强，我要拍拼，我是会当的，真的是要对自己讲这个新春就是咱大家都要提升。万米咧换新咱嘛得爱换新，咱就爱提升。咱今日读的这段圣经其实前咧讲就是耶稣讲这个记载进前讲迄个犹太的迄个巡抚为是当时要去压制这个加利利人当然杀死足侪人，像即卖乌克兰、俄罗斯遐我若会发生不幸地动啥，迄个西罗亚的地落落去48个。大家讲我这人是有罪罪足重的。耶稣讲，恁若无悔改就是恁若无改变恁嘛甲因共款嘛会巧伊讲伊咱就是爱改变，
咱就是爱改进，咱就是爱提升，咱才有用面对咱头前所有的挑战。所以耶稣就甲设计，比如讲哦，那个一个人哦，种迄个无花果树伫葡萄园啊，种了当然有期待啊，就是到时到要去收果子啊，毋过吼找拢无，今年找无，明年佫找无，第3年佫找无，哦，即个园主就挡袂牢，想讲这个无路用，甲错错的。各位兄弟姊妹，咱嘛是共款哦。咱若伫一间公司上班，啊，今年上班也是安尼，啊，明年也是安尼，啊，后年佫是安尼。迄个头家哦，想讲哦，啊，我请你即个无路用啊，也袂提升，啊，无规矩甲你实施的。兄弟姊妹，即就是安尼啊，你爱提升，你爱提升，你会当提升，你着爱提升。你茫定定是安尼，咱伫新的年爱甲咱家己讲，我今年要搁较提升。无论我的年纪偌济，我嘛是要较提升。我的唱歌要哪来哪好听啊！牧师哦，唱歌足合慢哦，所以绝对袂使伴奏。啊，毋过吼，嘛是照唱啊，吼。啊，你若好胆唱哦，唱久哦，你就会唱啊。我相信我会搁愈唱愈好听，吼。甲你讲，我会愈来愈好。兄弟姊妹，这足重要的，所以哦，毋通讲哦。啊，3档拢一箍好，也无要生产，所以吼，主人就要甲退啊，讲慢慢啦，老的啦，哈，当我搁甲伊掘松啦，甲伊吼加肥啦，甲伊压水啦，看明年若无结果子，无甲来甲吵起来。主是慈悲怜悯，兄弟姊妹，人有时对咱好，毋是当然的，伊嘛是慈悲怜悯。伊就讲啊，无要紧，无搁试看卖啊，无搁等看卖啊。咱对咱的囝嘛共款啊，毋望伊会搁较好，咱还搁是毋望伊，咱是搁期待，咱为伊祈祷，咱家鼓励，咱家加油，咱嘛是毋望伊会当较好。兄弟姊妹，咱着爱用咱的心，像咱的主，互咱机会，咱应该着爱互咱会当提升。伫新的年，我相信咱是会当提升。伫人袂话，伫上帝凡事拢话；伫人袂话。伫新的人凡事拢话，伫新的人凡事拢话，你是毋是新的人？你是毋是凡事拢话？你是新的人，你凡事拢话，咱来倚靠上帝，求上帝帮助咱。即个摩西吼要过红岸，无法度，上帝讲你手举是啥？拐啊！你拐啊一寸落，红岸就开啊！就是上帝甲你三甲地的，这约书亚要过这个约旦河水遐串流无法度的时阵哦，约规伫头前，约规伫上帝同在啦。你着缀好调，你着缀好调，你着缀这个约规向前行，这个路是毋捌行过路，你着缀条条，你就会当咱咧像迄个大地行过共款。兄弟姊妹，咱伫新的年到底是要拄着什么代志，毋知，但是咱相信。主是咱的倚靠，主是咱的帮衬。主的话就是咱脚前的顶，路上的光。咱今年要读圣经，你就是逐工读圣经。我即摆一工哦，我袂使读4章，读4章若还无用，着有时若无读袂使。一工我至少要读8章，吼，会当读12章，我就读12章。主的话诚做咱脚前的顶，路上的光。有主的引带，你会无共款，你会提升。你会提升，你的迄个优良的比率哦，会愈来愈提升哦。感谢上帝，我相信伫新的年，咱还有信心咱迄个人生的良率，咱家庭关系的良率，咱事业工作的良率，咱报道服侍的良率要提升。阿门。过来，望咱会当日增夜盛。日增夜盛，这日增夜盛头拄台语嘛安怎讲？日增月盛日增月盛感谢主，当咱真正像这个以撒敬畏上帝、顺服上帝、有听上帝的心，我相信咱咧行这个新年的路，咱一定会当提升良率。咱一定会当日增夜盛，咱会当得到以撒的祝福，我们可以领受以撒的祝福
圣经讲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台语叫做兴旺，伊就兴旺，哦，日增夜盛，成为大富户，真做大富户。这是以撒的福气。兄弟，你有望以撒的福气无？你有望以撒的福气无？有哦，哦，老张咧做大声，一定会得到以撒的福气。以撒就是敬畏上帝、顺服上帝、单纯来信靠上帝。就无论什么款的环境，这个环境袂影响我，我就听上帝的声，我就听上帝的话，我就照上帝的心意去行。上帝一定是上好的，上帝真正是美好的上帝。上帝的确要祝福我。这个以撒吼，本来当然拄到饥荒哦，大家拢想要找食，去埃及哦，埃及遐上好啊。毋过上帝讲袂使，你袂使转埃及。去到这个纪念日这非利士人的地这是无好啊，但无好吼，上帝若甲你三甲地地变做好，去嘛是爱拍拼爱种作虽然迄个所在无好拍拼爱种作爱乌钱旧的钱规支拆掉，佮乌起来，乌的了，水出来毋过非利士人看你这外地人要甲你欺负你这水出来好阮就甲你占起来甲因三钱，所以头一个钱叫做爱惜，佮好了，佮甲你占去叫做西天嘛是佮甲因钱但是伊无灰心无丧志，伊感觉上帝若甲我三甲地地，我上帝你要对我安怎的拢无要紧，上帝一定会互我得胜，所以伊就佮继续去学着即个话钱，叫啥物？叫做利和别。利和别就是宽阔。上帝互我宽阔，上帝互我你要甲我阻挡我的路，毋过即个路是宽的。上帝互伊会当得到即个利和别。伫迄个所在宽阔的所在，伫迄个所在会当兴旺起来。咱看即个以撒就是安尼。对到即个非利士人看袂好的，这无法度，即个人耶和华的赐福者。耶和华上帝甲伊三甲地地这咱袂当对伊歹，小等的上帝若对咱无欢喜含咱就知，所以伊就甲伊立约，甲伊和好。咱看到这个以撒的福气，就是伊真正敬畏上帝，顺服上帝，伊伫田里定定咧默想思想上帝话。兄弟姊妹，咱毋望伫2023年，若你个人、你的家庭、咱的教会、你的事业。咱毋望拢会当提升良率，日增夜盛。咱爱会当提升，咱会当进步。这个台中政治教会，这个教会是祝福型的教会。因的教会意向是啥物？带一个小组就会当参与全球宣教的职堂意向，诚做真侪人的祝福。带一个小组就会当参与伫全国即个宣教意向，诚做侪人的祝福。所以因就有即个培育的课程，因有即个装备的课程，真侪人就欢喜来投资家己，来提升家己，互咱会当诚做别人的祝福。伊讲一个小组若会当生产一个小组，一间教会若会搁开拓一间教会，一个领袖若会当搁车派一个领袖。安尼就是会当诚做多产倍增的即个职堂运动，互即个福音会当传遍到天下，互即个福音会当得到地极。兄弟姊妹，这就是即个教会进步的原因。咱毋望咱教会嘛会当提升良率无论是咱牧养的能力、咱的灵性的能力、咱的布道的能力、咱的培育的能力、咱职堂的能力。教会今年有推动即个读经那个 PRS， 还是即个基督运动RPG 目的就是互咱会当提升。兄弟姊妹，你的灵命爱提升，咱甲有可能做主的见证人，咱甲会人带人来信耶稣，得救的人会当加天，门徒会当加天，咱的副长会当加天，小组长会当加天，咱的教会就会当日增夜盛。阿们吗？
上落尾牧师要讲，兄弟，咱今年咱要提升良率，日增夜盛，就是为了量，也是为了质。量重要吗？量重要吗？50和500一样吗？囡仔互伊50块到500块，伊要倒一个？即摆囡仔无遐戆啦，伊一定是要500块。好，数字是有意义的，每一个数字拢代表一条灵魂。伫即个新春的主日，望主感动咱的心，咱也会当看重每一条灵魂的得救，每一个生命的成长，每一个目标的达成。有一个牧师，伊问讲：我一生敢若牧10个人吼，我有忠心无？有忠心无？这个问题足歹答无？这个问题足歹答无？咱真容易答唔对哟。我一生吼，敢若牧养10个人，我有忠心无？有哦。圣经安怎讲？马太福音吼，互咱25章，互咱上标准的答案。迄个领5000的。伊搁趁5000，主对安怎讲？主啊，你交我5000，我搁趁5000。主人讲好啊，好搁尽忠的萝卜，你伫少的尽忠，我要将多互你管理，你通入去主人的快乐。5000爱搁趁5000，2000爱搁趁2000，但是迄个你这搁歹搁平淡的萝卜啊，哦。你知影我是安尼，你上无嘛去甲摕伫迄个钱店吼，银行啊，佫会先利息，吼，所以即个主人就该讲吼，即马迄个你有诶吼，嘛要甲你抢来，要互迄个有诶，要佫互伊，无诶吼，连有诶嘛要甲抢过，吼，你即个无路用诶萝卜。你着去外面黑暗的所在，家己切试。兄弟姊妹，这段圣经对咱有意思无？耶稣对咱的讲话有意义无？咱唔通想讲安尼就好，唔通想讲安尼就好，我袂歹啊，我会当安尼就袂歹啊，袂歹啊。但是伫主的目睭中哦，主互你1000，你唔通去在土地，1000你还佫会当趁1000，那无嘛爱去银行存利息。也阁会连本带利退转来，兄弟姊妹，咱的人生就是安尼，咱着不断来提升。主对咱是有要求的，对咱是有期待的，毋望咱是会当提升的，毋望咱会当进步的，毋望咱会当更较好的。求上帝帮助咱今年的新春，毋望上帝，互咱逐项拢会当提升，拢会当进步。兄弟姊妹，你要对上帝。要做什么款的祈祷，你一定是想要提升，你一定有较无要进步，你着好胆来向伊求。咱无论是咱的服侍，无论是咱的奉献，无论是咱的传福音的工作，还是咱各方面的工作，咱拢甲主讲，主啊，互我会当提升，互我会当进步。我今年要比旧年较好，我要哪来哪好。阿门。感谢主，咱即时咱要来祈祷吼，咱要来祈祷，兄弟，请咱吼徛起来吼，咱来祈祷咱来做祈祷这个祈祷我替你祈祷吼，较无路用吼，你爱家己祈祷，你爱想看卖啊，主啊，我今年要提升啥物？我今年在哪一方面我需要提升？主啊，我要提升。我可以提升，你若帮助我，一定可以提升。我要提升，我要比去年更好，我要一年比一年更好。我的孩子都要提升，我的儿女都要提升。我要为我的丈夫祷告，他要提升；我为我的妻子祷告，他要提升；我为我的父母健康祷告，他要提升，他要更好。咱党拢会当甲主求，兄弟姊妹。咱爱进步，咱爱进步，不是上帝是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不变的上帝，但是我们是要
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断要提升的。哦，我们要提升，在各方面，奉主的名祝福你，你可以提升，你可以日增夜盛，好不好？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呼求主三声，我们开口来祷告。哦，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让我们在崭新的2023年，主啊，我们要奉你的名，我们要说主啊，这是崭新的一年，是我们要提升的一年，我们要提升良力，我们要提升良力，我们要日增夜盛。主啊，助我们，助我们，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让我们说主，让我们的健康要提升。哦，主啊，让我们爱你的心要提升。主啊，我们的灵命要提升。主啊，我们读圣经的这样的一个速度要提升。主啊，领悟你话语的能力要提升。主啊，我们要祷告要提升。主啊，我们的精力要更提升。主啊，在各方面我们都可以提升。主啊，祝你的教会，让我们每个牧区都能够提升，让我们每个主啊，我们服侍的单位都能够提升。最后说感谢你，我们会当迎接2023年的新春的主日，是新春的初一，阁是主日。这是你定定的日，主啊，阮伫你的殿中，阮向你和乐，向你敬拜，阮也对阮的心中来到你的面前，讲主感谢你，感谢你。过去3冬久，阮那个像无结果子同款，因为疫情，互阮有真侪阻挡，互阮有真侪窒碍，互阮有真侪亏损。但主耶稣啊，你要提升阮，你今年要特别提升阮。主啊，阮今年会当阁提升，主啊，今年会当阁提升。主啊，阮的属灵的活命会当提升，阮服侍的心智会当提升。阮的家庭的关系会当提升，阮的工作的能力会当提升，阮听主的心会当提升。主啊，阮每一个教会，阮每一个单位，无论是阮的诗班，无论是阮的牧区，是阮对内对外的事工，主啊，是阮的长辈，还是阮的细囝，主啊，阮每一个单位。主啊，拢属伫你的，拢属伫你的，拢是你所听的，拢是你所听的。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的恩典，阮凡事拢有的。主啊，阮更较侪来读你的话，互你的话会当实现伫阮的身躯顶，互阮会当抓条你的应允，阮会当经历你所有要互阮的一切福气。主啊，求你帮助阮，互阮会当伫新的年。阮会当更较侪祈祷，更较侪祈祷，斗阵祈祷，2、3人奉你的名祈祷，阮会当经历你，阮会当经历你，经历你的丰盛。主啊，感谢你，感谢你，听阮伫你的面前对心底所发出的祈祷，愿你的旨意成就伫阮每一人的身躯顶，伫阮的中间，伫地里那像伫天里。感谢恳求，靠耶稣基督的圣名。兄弟姊妹，请坐，互咱对全新的2023年，互咱每一个人来提升良率，安尼好唔好啊？互咱大家全家大家满满，安尼好唔好啊？好，感谢主，咱这个时呢，咱要来做新春的奉献。伫新春的奉献，咱进前呢，咱要来唱一首歌，这条歌是英文吼。要做新春奉献的时，等一下请咱若无我甲恁指挥，请咱拢坐伫原来的座位吼，因为咱今仔日大家伫下骹有100几个人，咱台下顶，咱顶悬呢大概有400外个人吼，咱500外个人要同时奉献的时，
即使咱也无有一个特殊啊，咱的混乱吼，咱的咱卡咱要新春奉献的这个奉献地，来到伫台前的时阵，由咱的主任牧师甲牧师娘，伊会摕一份充满上帝祝福的这个红包，互你换转去吼。摕红的换红的，摕一包换一包，摕两包换两包，摕一担换一担啦吼。所以呢，对咱来讲，拢总毋那奉献，佫会当增加上帝伫咱的当中的应允吼。所以呢，咱等一个听完指挥哈，咱的这首咱的刚刚也拢就绪。那接下来我们要唱的这首歌，它的歌名叫做《应许》。他的话这样说：圣经有许多的应许，告诉我神是心实公义，他帮助我，使我一生富足，使我心得满足。多种的多说，少种的少说，这话是真的。我们在唱这一首歌2次之后，我们才开始今天的新春奉献。圣经有应许告诉我，神是心实公义，他帮助我，使我一生富足，让我心得到满足。多种的多说呀，少种的少说，这话是真的，阿门。多种的多说呀，少种的少说，这话是真的，阿门。圣经有许多，圣经有许多的应许告诉我，神是心实公义，他帮助我，使我一生富足，让我心得到满足。多种的多说呀，少种的少说，这话是真的，阿门。多种的多说呀，少种的少说，这话是真的，阿门。这个时刻，我们要带着感恩的心，把上帝在一年的当中所赐给你的平安，所赐给你的福气，用上我们的行动。我们要来到台前，要把我们诚心实意的奉献在神的面前。当我们从后面走到前面的时候，记得跟我们的牧师、主任牧师、师母领一份的这个红包回去。我们首先我们要请儿童牧区中间的位置。我们原来在位置上的我们就在原子的位上。我们从中间的走过来，把你的要奉献的金额、奉献的红包放在，然后从两侧走回去，从两侧走回去，从两侧。好，弟兄姐妹，我们继续来唱这一首诗歌。圣经里面总共有7000多个应许。你要不要忘记，在上帝的应许的当中，在全本的圣经有7000多处应许的话语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要让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不但要得到神那满满的福气，我们要提升良率，我们要日增颜色。我们再继续来唱这一首，再继续来唱这首应许。圣经有说的应许告诉我，神是心实公义。咱请副堂的弟兄姐妹，看转播的弟兄姐妹，请你们尽快的从中间的位置的来到台前。呀，少种的少说，这话是真的，阿门。多种的多说呀，少种的少说，这话是真的，阿门。圣经有说的应许告诉我，神
诚实行事公义，他帮助我，使我一生富足，使我心得到满足。他多种的多说，呀少种的少说，这话是真的，阿们。他多种的多说，呀少种的少说，这话是真的，阿们。圣经有许多的应许告诉我，诚实行事公义，他帮助我，使我一生富足，使我心得到满足。多种的多说，呀少种的少说，这话是真的，阿们。我们中间还有，请赶快。呀少种的少说，这话是真的。你回去的时候，可以跟坐在主堂的弟兄姐妹挥挥手。或许在座的弟兄姐妹的当中，有很多你很久都没有看到。若不是在新年期间，我们也很少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齐聚在圣殿的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多种的多说，呀少种的少说，这话是真的，阿们。最美的画面就是看到爸爸妈妈抱着婴儿一起来向神来献上感恩。这话是真的，阿们。圣经有许多的应许告诉我。那给那里护堂的地方坐满哈，有100-200个人，所以楼下很多人哈，所以呢，我们必须耐心的这个等待。我们在这个等待的当中，开口来唱诗歌，让你越唱心越开，让你越唱上帝的应许越祝福越满满的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这话是真的，阿们。护堂了的时，咱们来请相连哈，相连这个所在。告诉我，诚实行事公义。他帮助我，使我一生富足，使我心得到满足。多种的多说呀，好，咱这是咱家相连的兄弟，咱家相连的兄弟对后壁排来到头前排。多种的多说，呀少种的少说，这话是真的，阿们。圣经有许多的应许告诉我，诚实行事公义，他帮助我，使我一生富足，使我心得到满足。多种的多说，呀少种的少说，这话是真的，阿们。多种的多说，在松莲的后面，我们请我的左手边的第一排跟右手边的第一排都别第一排，但右边的第一排，请你们请你来跟来掏钱，然后从中间的位置，再从中间的位置回到你的座位。他帮助我，使我一生富足，使我心得着满足。我们从两旁对两边，然后从中间走回去。多种的多说，呀少种的少说，这话是真的，阿们。
是公义。好，我们接下来左右两排，中间这两排，请你先坐着。好，请左右两排接上来。啊，多重的多说呀，少重的少说，这话是真的阿妹。啊，多重的多说。我们在婴儿式的有下来了吗？婴儿式的。这话是真的阿妹。圣经有许多的应许告诉我。神是心是公义，他帮助我，使我一生付出，使我心得到满足。啊，多重的多说呀，少重的少说，这话是真的阿妹。啊，多重的多说呀，少重的少说，这话是真的阿妹。圣经有许多的应许告诉我，神是心是公义，他帮助我，使我一生付出。好，那最后中间的两排请接上来，一样，从两侧进来，然后从中间走回原来的位置。多重的多说呀，少重的少说，这话是真的阿妹。圣经有许多的应许告诉我，神是心是公义，他告诉我，使我一生付出，使我心得到满足。啊，多重的多说呀，少重的少说，这话是真的阿妹。啊，多重的多说呀，少重的少说，这话是真的阿妹。多重的多说，啊，多重的多说呀，少重的少说，这话是真的阿妹。啊，多重的多说呀，少重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起立来领受神的应许。圣经有许多的应许告诉我，神是心是公义，他帮助我，使我一生付出，使我心得到满足。啊，多重的多说，领受吧，举起你的手，领受吧。我们的神在新的一年，要将那圣经里面所有的应许赏赐在你，赏赐在我，赏赐在我们每一个人上，每一个人的身上。啊，多重的多说，你要向神领取那个应许，要让上帝的恩典多而更多、更加添的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啊，少重的少说，这话是真的阿妹。再一次就给我们的神一个人的掌声，让上帝那丰盛的应许赏赐在我们当中。我们领受主，是的，主，你的话是永远不改变的。你说多重的多说，少重的少说，这话是真实的。主啊，让我们在2023年，我们像以撒一样，就是在荒年，我们仍然要撒种，我们要认真撒种，我们要认真的挖井，无论是旧的井、新的井，无论是我们过去可能做过的，我们可能失败过了，
主啊，在新的年，让我们不气馁，我们相信靠着你，我们仍然能够成功，我们仍然能够突破，我们仍然能够提升。主啊，祝我们所有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的一切的关系里面，我们能够提升。夫妇的关系要提升，父母儿女的关系要提升，我们的家庭的关系要提升，我们的朋友同事的关系要提升，我们的服事要提升，我们传福音的能力要提升，得救的人要提升。主啊，你说要日增夜盛，要日增夜盛。主啊，要成为大夫妇，要昌大，要兴旺。主啊，祝我们，让我们在各方面都能够提升。让我们今年的祷告，主啊，到你的面前。主啊，让弟兄姊妹身体健壮，灵魂兴盛，所做的都亨通顺利。他们向主求的都能够成就，美好的事都要成就在我们当中。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按着你的话语告诉我们的，我们出为门徒，入为门徒。主啊，你要让我们得生命，而且要得得更丰盛。愿崭新的2023年是门徒的一年，2023年是我们大大经历神的一年。我们大大的张口，你要大大的充满我们。主，谢谢你，让我们在新春的假期能够快快乐乐到各地，无论接触大自然，无论是跟亲朋好友相聚，无论在哪里，让我们成为耶和华的侍服者。耶和华祝福满满在我们的每一个人身上，每一个人家庭当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真是美妙，你真是甘甜，无比甘甜。你爱我们，深深的爱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拍手赞美神。那我们就不再做了，我们就要继续来拜年，弟兄姐妹。我们无论是在主堂，在副堂，我们今天最少有超过600位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当中，好不好？我们无论是在副堂的弟兄姐妹，在主堂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大家心情好不好？好，一整年心情更好，好不好？好，我们来唱这首《好心情》。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眼力。耶稣爱你，耶稣爱你，爱你，让那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第一节再次，愿你有个好心情。阿门耶！平安喜乐在心里，是的，让我们来祝福你。谢谢主，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耶稣爱你，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弟兄姐妹，当我们每天保持好心情的时候，所有的烦恼统统忘记。当耶稣在我们心中的时候，那不如意的事情都会变成快乐高兴的事。所以要祝福新的一年，在新的一年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当唱到耶稣爱你的时候，好不好？把你那宝贵的双手伸出来，宝贵的双手伸出来，跟我们左右前后最少10个人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让他的爱来天天围绕你。耶稣爱你。我们副堂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唱。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有一天有盼望。耶稣爱你来，耶稣爱你，爱你。你可以走动没有关系，只要没有塞车都可以。忘记的都忘记，
每天好心。耶稣爱你，耶稣爱，再次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为了让我们全新的2023年能够真的有好心情，我们的动作要改变一下，不要耶稣爱你，爱你哈。我们呢可以牵起旁边的人的手，等一下来跟你讲说哈，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我。要看到他的笑脸，虽然戴着口罩，可是呢，从眼神可以看得到哈。啊，耶稣爱你，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喜乐充满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我们的乐队都知道这个时间是暂停的。告诉旁边的人说：“你还有烦恼吗？还有烦恼吗？你的烦恼，耶稣都为你担当了。你的烦恼，耶稣为你担当了。祝旁边的人，新的一年快乐无比，新的一年福杯满溢。告诉旁边的人说：愿主的爱常伴你左右，愿主的爱常伴你左右，愿神的爱对你不离不弃，愿神的爱对你不离不弃。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啊，红包我们都拿来。啊，感谢主，我们拍手赞美神。好，时间的关系，那首歌呢，我就留着回家唱啊。我们最后呢，要来唱祝福差遣的诗歌，新的事将要成就。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赞美神，宣告神的心事又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一起来唱。阿门。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典你，每天都是新的，新就新比赛，每天要吃香。阿门。你是做新事的神。哈利路亚。我要向你唱新歌，天天念你，每天都是新的，新就新的，每天要吃香。一起来宣告。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宠，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成长我们生活吧。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让我们开响大声一点！把所有的烦恼全部除掉，主的祝福，新的领导在我们中间。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大声的欢唱，恩典典你，每天都是新的，新就新的代，每天要实现。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
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生命。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成长我们生命。最后一次，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充满神的荣耀，充满神的荣耀。哈利路亚！新的一年，充满神的荣耀。我们请我们的主任牧师祝祷。愿崭新的2023年，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新的恩膏，新的恩宠，充满你们，充满神的荣耀，提升良力，日增夜盛。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阿门，阿门。弟兄姐妹，请坐。我们2023年的主日新春称谢礼拜到这里整整2个小时，我们结束了。记得不要马上回去，马上到我们后面广场的地方，下面广场的地方，我们一起所有的台上台下，还有主堂副堂婴儿室，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到那边能够有一个新春联谊哈有饮料有甜点一起来享用哈。那么我们起立要回去的时候，彼此的祝福，愿上帝在新的一年，他用他的笑脸看你，帮助你，让我们新的一年充满了主荣耀的同在我们长子的同工先把红包袋先收一下，对，我们长子同工把红包袋收起来之后呢，我们就先不算，跟所有的弟兄姐妹能够一起来前面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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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我讲的哦，随你享用，尽量吃饱没有关系，但不要装回去你会使吃，但是你唔通讲带回去咱会当伫迄个所在共同来交易，彼此来交易，互上帝赐予咱是新的一年当中充满主恩典的同在。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第二节，冬天已到尽头，正是好的消息，温暖的春风就要吹醒大地。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再次来，冬天已到尽头，正是好的消息，温暖的春风就要吹醒大地。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嘿，恭喜恭喜恭喜你
喜恭喜恭喜你！耶！哈利路亚！真是喜乐满溢，谢谢我们的乐队，谢谢我们的同工，没有你们，还真的不能够这么喜乐。哈利路亚！感谢主。